想要喺三鄉亞紀樂萬象群二期揾間4房單位，全新裝修，每日住過日睇翻今日呢一間啦。睇下呢個主陽台景觀咧係南向嘅，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開闊嘅，建築面積咧係135方，做咗4房2廳2衛。呢個房咧每間房都朝南嘅，非常之稀缺嘅。睇下6人位大餐台入去咧，歐聯嘅大廚房。採光面非常之好，旁邊咧生活陽台、洗衣機啊、熱水器咧擺喺邊係非常之方便噶啦。睇下我哋休息區咧係做咗4間房、2個衛生間嘅。睇下呢個就係我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過嚟睇下呢一間咧就可以做翻個 BB 房啦，採光面都係非常之好嘅。過嚟睇下呢一間做翻個父母房，非常之好嘅南向嘅。睇下呢間咧就可以俾 BB 安排上下視野景觀都係非常之靚。入嚟睇我哋主人房係個套間嘅設計啦，呢個衛生間大唔大啊？做咗乾濕分離嘅。睇下呢個主人空間有15個平方左右啦，到場到頂大衣櫃啦，1.8米大床。呢邊咧就我哋贈送飄窗位置，望出去景觀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好似呢套單位咧，建築面積135方，依家咧首期嘅話16萬，月供咧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買翻間135方嘅4房單位，而且係中心地段南向，而且每間房都朝南，都係非常之稀缺嘅。如果你最近都想喺三鄉嘅中心地段買間南向大4房，而且係全新裝修，每日住過嘅。呢套單位咧，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！大埔公司咧就係喺萬象群隔離嘅，睇樓嘅話記得揾大埔。